2020总统大选究竟要派谁出马？国民党内部的声音仍然纷杂。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日前透露，在帮国民党所做的最新国政民调中，以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国民党4颗太阳比较的结果，人气极高的韩国瑜以29%稳拿第一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最后一名竟然是他。吴子嘉在节目《寰宇全世界》中抢先公布了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民调，结果显示韩国瑜的支持度为29%，朱立伦只有15.7%，王金平11.1%，马英九5.6%，吴敦义1.4%。吴子嘉惊讶表示，民调结果显示出韩国瑜强到令人不敢想象，但朱立伦的支持度却意外的低。吴子嘉分析，他原本以为韩国瑜和朱立伦的民调数字应在误差之内，毕竟朱立伦已累积数十年的台湾社会基础，最后却因为新闻炒作，让韩国瑜的声势被拉抬高了，朱立伦的民调却因此变低了。最后，吴子嘉也指出，韩国瑜的主要支持群众约在50岁以上，这之中包含了大量的中间选民。他也强调，根据最近一个民调显示，讨厌民进党这个加成效应仍在发威，因此国民党的支持度目前仍小赢民进党约10个百分点。